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总欢喜甲大家做伙透早的时阵来亲近上帝。咱开始敬拜进前，咱先甲你的手机先关机。咱在开始的时阵，咱做伙来念这段经文。咱做伙来开始哦。主啊，求你互我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因为我靠你。求你互我知应该行的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是啊，主，这就是阮透早的祈祷。主啊，互阮透早起来的时阵，就听到你慈爱的声，因为我靠你。主啊，互阮知影应该行的路，因为阮的心仰望你。希望伫这透早开始的这个早祷会，咱用这4个甲上帝亲近的方式来祈祷。咱邀请大家，咱先为着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咱来祈祷。第二，最近也是这礼拜，也是你感觉你生命当中感谢主的代志，咱就开声用咱的主学了感谢。第三，你若是心中感觉有负担的代志，也是教会你想到的服侍，哦，倒一项代志，咱就开声来祈祷。第四，用咱的嘴来学了来敬拜咱的上帝。好，这是咱的早祷会，就要开始，咱做伙起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请你的信心在我的中间。主啊，你就是这个神，你就是灵，你伫倒位就有自由。主啊，我呼求你来到咱的中间，对你的宝座顶落来，甲阮亲近，甲阮做伙，在咱的中间，甲阮三角交通。主啊，你着，阮较无甲你同在的时阵，迄落满足的感觉。主啊，我就为着我家己，我来做好开嘴，来献上我的感谢，我的祈祷。我的心心啊，要静静专心听候上帝，因为我的仰望是对我的上帝来的。主啊，我为着阮家己甲你的关系，我献上我的祈祷。主啊，你讲哀伤痛悔的心，你袂轻看。主，你知影我一切的不义，你嘛知影我是不是？不管是我无小心犯的罪，还是我无够定拨时间甲你做伙，主啊，我恳求你，你的保护，搁一遍，甲我洗互清气，因为你是介意我的，因为我是你的囝儿。主啊，帮助我，希望我的每一天拢是新的，每一天我甲你的关系拢是愈来愈好的，愈来愈亲密的。主啊，你就是我的天父。我有啥物恳求，拢会使到你的头前，到你的面前，压落伫你的边仔，甲你讲，我会使甲我的心事，毋敢甲人讲的代志，我拢会使伫遮的时阵甲你讲。主啊，我爱你，我真正做爱你。感谢你对创造世界之前，你就拣我做你的囝儿，而且你搁洗清去我身躯一切的不义。主啊，感谢你遐疼我，遐爱我。你的疼甲你的爱是超过这世间所有会当去衡量的，因为我知影你的对我的爱是长看关深的。主啊，我来到这，我要重新跟你建立那亲密美好的关系。主，我渴慕你，我愿意将我全人全心在你的面前我交托给你。主啊，倒空我，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你知道我一切的软弱，当我愿意回转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重新的接纳我，你保抱我，你爱我。主，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要向你献上感谢。
谢，我要来对你阿乐感谢。主啊，上主啊，我要专心来感谢你，我要保有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谢谢主，你在我生命当中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因为我的上帝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最正大代志的上帝。主啊，主啊，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生命当中所赏赐给我一切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天父，你给我一个妈妈，你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可以再一次透过神，你来思想我的母亲。主啊，妈妈的角色就如同天父的角色一样。主啊，谢谢你用妈妈的爱，让我们在原生的家庭当中就学习体会什么是爱。主啊，让我们在更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更知道原来你的爱是更多更多的。主，为我的母亲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妈妈。亲爱的妈妈，谢谢你在家庭当中所付出的一切，谢谢身为妈妈的你在家庭当中你所付出的一切。主啊，谢谢你呼召每一位成为妈妈的人，因为在家庭当中成为妈妈也是一位服侍神一个很荣耀的呼召。谢谢亲爱的你们在家庭当中的付出，还有身为爸爸的你们也在家庭当中的付出。我们献上感谢，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可以在学习成为父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体会上帝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让我们在学习从你而来的爱，体会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孩子，甚至于爱我们教会的孩子，爱我们教会主日学的孩子，爱我们教会提摩太的孩子。主，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你的家，我们不只是有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还有教会这个属神的家。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的这个家来向神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在富强教会有你美好的心意，这是你属神的家。主啊，你要这个属神的家再一次的活络起来，你要我们这个家里面的家人，不管是老中青少，每一个年龄层不分世代，大家在这个家庭当中热络。我们要传扬上帝你在我们这个家所行的一切奇妙的事。主啊，我们教会47岁，47年来，你在我们教会，你有美好的心意，一次一次的带领我们复兴，一次一次带领我们经历你的恩典跟祝福。主，我们恳求你降下你属天的恩典跟能力，赐福我们教会的会友，赐福所有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会友都能够同心合一，在教会当中活出真实的爱。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再次的被你复兴翻转，点燃我们每一位会友的热情，渴慕你的热情，愿意委身在教会服事的热情，不分你我的热情，为着家统一奔跑的热情。主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是要走出去的，我们要宣教，我们要走出去的。主啊，你点燃我们，你再一次呼召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在神你的计划里面的。我们不是只是信徒，我们是神你的门徒。哈利路亚，我们是你的门徒。门徒是要追随耶稣的，是要跟随耶稣的，是要站立起来，要为着耶稣打一场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神的军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职分。上帝在呼召我们，上帝在兴起他的军队。你是否愿意提起你的油灯，紧紧的跟随神？神在呼召他的军队。我们是否愿意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哈利路亚！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服侍你，使用我，请你使用我。神不论在任何一个生命当中的信徒，都有他的祝福跟他的心意，好不好？我们起来，愿意跟神说：主，帮助我们，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主，我们要准备来敬拜你。
全地会敬拜你，咱来因施而乐你，会因施而乐你的名到万世代，因为阮知影主，你要为咱最大的代志。这是咱来邀请各位，咱来敬拜，咱来而乐，咱来学习玛利亚安尼讲。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因为我的心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力者为着我最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代代。哈利路亚！咱做伙用欢喜的心，咱来吟这条诗歌。邀请大家做伙起立，做伙来唱这条敬拜诗歌。耶和华已经为咱最佳大代志，伊永不再来最宝贝，永会更久安宁。耶和华已经为咱最佳大代志，伊将雨水降落打扫的所在，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海边的我的地，耶和华已经为咱最佳大代志，伊把开双手，拢将我交给你，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哈利路亚！咱的上帝已经为咱最大代志，咱就用欢喜的心继续来讹乐咱的主。对头开始。耶和华已经为咱最佳大代志。永不再来最宝贝，永会更久安宁。耶和华已经为咱最佳大代志，伊将雨水降落打扫的所在，咱着大欢喜，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着大欢喜，好乐意，讲出伊的作为，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着我可以，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咱着我可以，咱着我可以，就会最大代志。继续来讹乐，恁着讹乐耶和华，对天顶讹乐耶和华，伫悬的所在讹乐伊。你啊我啊，恁着讹乐伊。发光的星啊，恁拢着讹乐伊。大山甲一切的小山，结果子的树甲一切的变香树，少年人甲在世女，老人甲囡仔，恁拢得讹乐耶和华的名，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悬。伊的眼光盘过天地，哈利路亚！咱来继续来讹乐咱的上帝。大山小山，大山小山拢要来讹乐，你我星星拢要来讹乐，大海甲地水做伙讹乐耶和华。大山小山拢要来讹乐。你我星星拢要来讹乐，咱们要唱歌，做伙讹乐耶和华。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
小山拢要来学乐，你我星星拢要来学乐，大海加溪水做伙学乐也好玩。多少小山拢要来学乐，你我星星拢要来学乐，万民要唱歌做伙学乐也好玩。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我要专心专意来爱主。我要专心专心献给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我要欢欢喜喜乐乐主，我的每一日充满喜乐的时光。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真的捧声献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你就是阮生命当中的一切，主啊，你就是阮瓦靠的快乐。阮来用这首诗歌来献上给你，你是阮瓦靠的快乐，你是我瓦靠的快乐，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瓦靠的快乐，你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有功，肯定大乐。耶稣。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归到的宝贝，我着爱互你来憔悴。你是我的一切，耶稣，耶稣，神有功，肯定大。你是我的一切，当我罪过甲忍让，随时搁我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耶稣，
是我追求的宝贝，你是我的一切。你亲像贵重的宝贝，我着爱慕你来憔悴。你是我的一切。当我罪过甲忍让，你是好活活的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得你扶持我，当我水甲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你心意画出荣耀的号角，勇敢所在的标炮仗，也去享受阿罗尼我主，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你心意。出荣耀的号角，勇敢所在的标炮仗。耶稣心有我，看见大路。耶主，这是咱来做伙吟信息第450首。
神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这个圣日，互阮众囝儿、众子民有这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阮同时也要为着今仔日母亲节，献上阮的感恩、阮的敬拜、感恩的礼拜。主，你疼世间人。为着世间每一个家庭安排一位老母，真侪你的天使来照顾、来培养、来靠每一个家庭享受到上帝你美好的恩典。我伫这要敬拜主，也要通过主你的恩典，为着每一个老母来祈祷。每一个老母来献上感恩，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伫阮中间，互阮对看会到的老母的疼，来明白上帝你无限的疼。感谢你，愿荣光归于你，愿众兄弟姊妹伫遮，阮的敬拜领受到你天顶来圣神的启示甲恩典保护甲看顾。主，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来齐声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欢迎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这个母亲节吼，咱要续接的听书，咱今仔日是主日学的同学生要来献诗吼，所以这个讲台若有同工小可配合来安排这个。咱座位吼，改成较客啦吼，若较有需要，咱较熟悉的同工会当坐这个圣歌队式吼。较无位通好坐安尼，这是咱准备心，咱续接
要大声有咱的三重奏，也要用音乐带咱来敬拜。请三重奏所要弹的诗曲是：这是天地世界。刻印，会众即是按照来刻印，记载伫启文第37篇箴言第23章。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你的喙若讲正直，毋通心善歹人，
将来一定有五望。我的囝着听着智慧，着听谈生你的老爸。着要真理，毋通骂。即日的人的老爸会大快乐。着互你的父母欢喜。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这是按这位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儿你，伫过去的一礼拜，感谢你的保守看顾，我会当来即时来甲你的圣殿，用喜乐、敬虔的心来敬拜，来学了你的名。今仔日是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我嘛特别为每一位母亲来祈祷，求主会当帮助因。互因会当挖靠主你的大能力，成做一位充满喜乐、信心、领受祝福的母亲。求你嘛纪念每一位母亲的劳苦，赐恩互因，互因定定会当伫你的疼当中享受丰盛的生命。我嘛知影，伫以后的日子，有时阵嘛会拄着无共款的困难甲挑战。当因惊吓的时阵，求你互因勇气。当因软弱的时阵，求你赐因力量；当因跋倒的时阵，求你将因扶起。阿爸爸上帝，你是万能的主宰，你是阮的力量，也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现主时，我嘛为着前几天，伫台南市发生一个3岁的细囝，伫交通意外中失去伊的生命。阮真毋甘发生安尼的代志。即时嘛，为着即个拄着困难的家庭来代祷，求主特别来扶持因。即个伫意外当中受到重伤，佮失去细囝的母亲，伊甲因的家庭都还袂经捌主，伊未来道路都需要真侪主你的看顾佮陪伴。即时求主亲自降落医治的大能，甲无放弃未来勇气。陪伴因即个家庭会当度过即道的难关。我嘛为着今仔日献诗服侍主了学生、青少年、甲老师的团队来代祷，感谢主，互富强教会有这么合一、有疼心的主了老师的团队，因用耐心、信仰来陪伴主了的学生。这嘛为着富强教会未来继续希望，福音传扬事工的发展有一个美好的基础。最后，我嘛为着教会的牧师、大家小组牧区、服侍团队的同工，做伙来祈祷，求主还你服侍过程愈来愈有智慧甲信心，嘛祝福教会每一个会友，大家拢有一个合一的心，继续用祈祷的力量、实际的行动，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真正祝福人的教会。将福音传入每一个需要的所在。主啊，感谢你掌管教会所有事工的发展，感谢你引带阮行入信仰的道路顶面，阮愿意永远跟对你。愿这一届伫你的宝座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是按做伙来讲授上帝的话。本周的经节有两位记载伫第一个经节记载伫经文第6章20到23节，这是由我来读。我的囝着遵守老爸的命令，毋通刺杀老母的家事，着不时记伫你的心，挂在你的颔棍。
你行路的时，伊会引带你；你困的时，伊会看顾你；你困醒，伊会甲你谈论。因为命令是灯，教示是光，管教的职位会带你行活命的路。地位经节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我会记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伫你的外妈如琪甲你的老母杨丽基身有，我相信现在你嘛有。献诗，这礼拜的献诗是由朱丽尔，因咧做献诗，因咧献诗的曲目是《妈妈妈妈我爱你》。献诗煞由夏牧师来讲道，今日讲道的题目是母亲一项的属灵恩典。
拿这个康乃馨来送给咱在座的妈妈，咱老到你面前你甲接这个康乃馨的花。咱若较徛中央坐较中央的姊妹，你徛起来，互小朋友找到你咱徛中，坐伫中的妈妈徛起来，互伊知影通摕互你咱请这个爸爸帮忙一下，爸爸帮忙一下。来楼顶楼顶有人还无摕到的妈妈徛起来好无？楼顶的妈妈坐伫楼顶的妈妈。兄弟姊妹，伫咱这个领到这个康乃馨的花咱这的兄弟可以用热烈的掌声，把这小朋友跟妈妈鼓励一下好无？多谢。感谢主感谢主。来，要有妈妈摕无到的，赶紧徛起来，徛起来请妈妈免客气，迄是你的权利，嘛是你的恩典来，还未摕到的妈妈徛起来徛起来，互小朋友看到你。兄弟姊妹，今仔日是一个温暖的、欢喜的日子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搁一遍，请咱这个兄弟甲咱身躯边的妈妈，甲伊讲，祝你母亲节快乐，好无？甲咱的隔壁的妈妈祝福一下。咱请东江甲投影片放起来，好不好？东江，港岛的投影片。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来祈祷。主必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福分，互阮通伫母亲节中间，阮来到主你的圣殿，同心聚会，同心敬拜。因为阮知这是你的恩典。主啊，阮为着母亲节，阮举行感恩礼拜。总是阮知影，所有的恩典甲疼是对上帝所来，所以阮也要伫感念老母的疼的中间，知影即个恩典对上帝来的关系，甲上帝的祝福。也阮通过即个聚会，更较明白上帝你疼世间人的恩典。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阮的帮助。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三甲学习这个主题叫做母亲道中，也是讲道样的属灵的恩典。咱伫这个所在有读过两位的经节，咱小等的咱才过来复习啦伫圣经中，伫圣经的中间，老母的祝福的权柄是非常的大，甚至带来囝儿、查某囝。一生的，若要讲是改变，也是命运。对老母有祝福的权柄是非常重要的。咱对箴言第6章20节到23节，圣经真清楚咧，甲咱教示勉励讲，领受父母的教导，就会行到人生的活路。领受父母对你。这个提醒、教示，
你行的路是人生的活路。这段经文有3项，互咱印象真深。第一就是都爱听父母的话，所以伊安尼讲少年人啊，你都爱谨守老爸的训诫，唔通袂记你老母的教导。你爱甲因的话刻伫心，绑伫颔棍。台语的圣经是讲，我的囝要遵守老爸的命令，唔通弃杀老母的教示，要不时记伫你的心，挂伫你的颔棍。咱知犹太人吼因对耶稣来传福音、传道理，到主后70年了后，就互罗马帝国甲因毁坏去啊，就是讲甲伊灭国去啊。拢总灭国是2000冬啊，2000冬。总是因为犹太人因一直记牢即款的教示，所以到日今仔日，因穿的衫身躯会皮的物件，包括头壳遐，拢还有即款的装备就对，即款的大也是一个圣经的刻啊，放伫因的身躯顶，就是亲像即款的。一直记牢，所以2000冬并无互因的民族怎四散去，怎消失去。到伫迄个主后大概是1948年的时阵，佫复国。拄好是今仔日因的复国的纪念日啊，复国的纪念日，伫即个以色列即个所在。是因为因一直遵守这个诫命、这个教示，无人讲这过时代啊，无路用啊，唔免去啊，唔免想啦，因就是照安尼做哦。所以你若看到遐犹太人因穿正式的装衫拢有迄衫裤，拢有迄带，拢有咧记载圣经的教示。所以因是真正刻伫心，而且佫绑伫颔棍是真正，毋是讲用意思的，是真正伫因的身躯顶安尼。来听一下，因的穿搭就对啦吼。无怪犹太人到今仔日，因佫伫重新复国，伫犹太这个所在，犹原继续是中东上强的国家。因的科技因各方面拢非常非常的强盛。这段经文，互咱看见到这犹太人因安怎领受这款的教示。第二是讲，伊有教导讲领受教示的好处啦。你有啥物利益？有啥物帮助？伊讲，因的教示都要引出你的旅程，毋是现时现地尔，是人生的旅程。而且讲，黑暗暝要保守你，日时要陪伴你。台语圣经讲，你行路的时，伊会引带你；你困的时，伊会看顾你；你困醒，伊会甲你谈论安尼。等于这教示亲像你的 DNA 就对，你放伫你的心内，完全拢袂失去。继续伫人生的日子，时时真侪你的帮助。所以第3项讲，对人生有啥物深深的影响呢？讲因的教示是亮光，因的管教是指示人生的道路。第二讲，因为命令是灯，教示是光，管教的责备会带恁行活命的路。今仔日时代变化真紧，真侪的少年人拢感觉讲父母的话、父母的教示拢过时啊。顶一辈的经验、顶一辈的想法拢过了熟过啊安尼。但是犹太人因无安尼想，因就是照起工，照安尼行，所以事故要故应心啦。犹太人因领受到这款的教示，因就是遵守，无有任何的异议，因为因知影讲，这个话毋是出自人啊，是出自上帝。那假如你认定这个话是对上帝所来，你敢会当上帝讲甲你改？改上帝，今仔日看这个时代，你都照安尼，煞变做上帝听你啊，毋是听上帝的话啊。所以犹太人就是用这个方法，真侪因一生遵守主教示，听父母的教示。所以咱会通对圣经中间看见这款美好的传统，伫圣经的内面。圣经中头一个老母，互咱真好的
这个学习就是撒母耳的老母汉娜，咱现代文加改做迄个挪啦，改成迄个女字旁的娜，拢同意思汉娜。伊甲上帝求一个囝儿，然后伫囡仔大汉的时阵，嘛毋是讲大汉长年了后，汉娜就甲伊带到上帝面前。伊伫上帝面前，甲主讲一句话，伊讲：我主求即个囡仔，伊有照我所求的，互我，因为安尼，我要甲伊献互上主，伊要终生归属主。这段话伊是对以利讲的啦，表示嘛是伊的祈祷。原文的圣经安尼写，讲囡仔长年了后，汉娜就带伊去示罗上主的厝，佮带一只3岁牛犅，10公斤的幼米粉，一批地的酒。迄时囡仔要细汉，毋是大汉啊，捌代志啊，细汉，因为伊迄是甲上帝立约的，所以伊就带囡仔去见上帝。要甲囡仔献互上帝。25节，因就抬迄只牛犅，带囡仔去伊利遐。妇人人讲，拄则咱读的迄段话，先生，我确实就是以前徛伫你面前对上主祈祷迄个妇人人，我对上主求即个囡仔，伊有照我所求的，互我；伊有照我所求的，互我。即句话就是伊的祈祷，所以我将即个囡仔献互上主。互伊一世人服侍上主，因就伫遐来敬拜上主。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勇气啦！老母伫迄个时代无囡仔，等于是无社会地位，伫家庭嘛无互上尊重。但是伊知影，伊要有一个囡仔，毋只干那是要互伊的家庭无人阁看轻伊哦，伊阁较大深的亲密，毋是干那讲要。拥有迄个私人的迄个满足吼即个囡仔伫我身躯边偌好，要款待我，毋是伊知影讲，即个是上帝伫伊身上所显明的权柄。所以，咱逐个老母嘛，疼囝，哪有可能互囡仔离开身躯边呢？但是用伊的信仰，伊知影讲，我毋甘家己的囡仔要带伫身躯边，但是比伫伊对上帝所来，我献互上帝，即个是比我私人的即个疼搁较大，所以伊就勇敢将撒母耳献互上帝。撒母耳后来成做即个犹太人历史的一个转变的人物啦，伊是最后一个士师，嘛是立王的一个祭司。兄弟姊妹，咱看见即个汉娜伊的所行所做。咱毋通掠做讲这偌伟大，偌伟大。若是我甲想讲，我是汉娜，毋知流偌济目屎，甲即个囡仔献互上帝，你都爱欢喜牺牲呢？你爱欢喜讲看袂着囝，迄种的心内毋甘，但是伊知影，伊敬拜上帝搁较大，伊对上帝领受的祝福搁较重要，所以伊对上帝的誓约，伊也要行即个约，就是。将囝儿献互上帝，这是犹太人一款美好的这个模范。第二个，嘛是圣经真重要的一个老母，就是提摩太的外妈罗伊，甲老母幼年期啦。保罗将提摩太看作是伊属灵的囝儿，所以咱即摆现在教会有一款的风气，嘛是一款真好的一个安尼，咱兄弟姊妹即个属灵的家庭的这种称呼，咱讲咱爱找到一个属灵的老母，对无属灵老母就是讲，甲你无血缘关系，但是伊对你的关心甲疼，袂输亲生的老母。所以等于咱的教会，若要讲起来，咱的细囝，也是讲咱的长大的青少年，应该是有领受到上辈的祝福才对。亲生的老母的教导，阁有咱属灵的老母，是属灵的爸爸，甚至是属灵的兄哥阿姐，迄个关心，才通互一个细囝，伫即个混乱，也是讲一个无法度人好价值观真混乱的社会，伫教会成做一个上帝所疼的囝儿，成长成做社会有贡献的条件。因为咱
有这个属灵的妈妈。但提摩太伫保罗的学老的中间，伊有讲一句话，讲伊传承了迄个纯真的信心啦，纯真的信心。若是用今仔日咱的社会来讲，提摩太是生活伫一个安尼爸爸妈妈无共种族哦，吼，应该是讲迄个混血儿就对啦，吼。当然，因为中东的民族无讲遐尔啊明显，吼，无像讲台湾人嫁吼美国人吼，一个白皮肤的，一个是黄皮肤的。伊的老爸是希腊人，老母是犹太人。既然是安尼，希腊人就较无有即款敬拜上帝的传统啊。但是保罗学了即个提摩太，是因为伊对老母即个家庭，算妈妈外妈即个外家的家庭，领受到即个信仰。保罗安那甲伊学了讲，我会记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有年纪生有啦。生有表示老母阿嬷保持着迄个信心。而且咱知影，保罗去捌着即个提摩太，毋是伫犹太本地呢，因为伊老爸是希腊人嘛，所以是伫外邦的所在成长的，吼，提摩太。但是伫外邦的所在，领受到老母迄个纯真的信心，这是何等美好一个传统，因这老母的家庭所以伊讲，我会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有年纪成有，讲我相信现在你嘛有，你嘛有，所以三代传承这款美好的信仰。若是安尼，咱来通对这个历代的这个圣徒中间看到这款真感动人的老母的故事啦。其中一个咱可能定听到，就是历代圣徒中间，就是奥古斯丁的老母，叫做莫妮卡。好，有人甲称呼这个奥古斯丁的老母莫妮卡是骹头乌甲目屎的祈祷。这句话吼，是伊看见伊家己的囝儿悔改，佮倒转来上帝的面前，伊临终的时讲的一句话啦。这是伊要死伊一个感恩的话，嘛是一个心内真满意的一句话。伊讲：我的囝，我一世人已经无留恋的所在，我的愿望拢已经满足。是哪讲我的愿望已经满足？这个是人画图吼，这个奥古斯丁甲伊的老母莫妮卡安尼。咱若知影这个故事，咱无详细讲，但是咱知影讲奥古斯丁，若要讲伊的重要性吼，就是保罗对无？伫新约的批信，保罗甲耶稣基督的教是整理做，才会批信，然后才会批信成做后代2000年来教会一个基础。但是会当甲保罗的批信整理有一个教义，就是这个奥古斯丁，已经是400年后吼，已经400年后这个奥古斯丁，伊是生活伫迄个北非哦。咱现在感觉讲，北非无宗教无基督教，较早的北非吼，是拢基督教国家咧，吼但是伊少年的时阵吼，哇，头脑足好，记忆力嘛足好，嘛足爱读册。毋过吼，伊信一种教叫做什么？叫做摩尼教、摩尼教。你若听无什么概念吼，你若有看到金庸的小说，有一种教叫做明教，有无？明教吼，迄就是即款摩尼教，就是拜火教就对啦，拜火教。好，这个拜火教伫当时北非也是中东非常的流行。因为即款教吼是相信二元论啦。二元论吼，迄个时代即款情形真正流行就对，意思讲吼，身体甲灵魂是分开的，所以身体安怎甲拍，安怎甲享受，安怎甲畅欲，是各种的欲望拢袂要紧，我灵魂清气就好安尼。所以莫怪少年时代，即个奥古斯丁伊就是安尼沉迷伫各种的啦吼，人讲。啉啦、食啦、停啦、女色，逐项拢来。迄老母是非常非常的艰苦，毋知要安怎
改变伊，因为这个囡仔太巧诶，你讲输伊啊，就只好逐日跪伫上帝面前，流目屎祈祷，所以叫做这个骹头乌甲目屎。有一出电影，咱台湾可能无播送啦吼。这出电影叫做《伊的目屎的囝》，奥古斯丁，就是记载这个莫妮卡这个老母吼。这个图是伊的这个电影一个宣传图啦。中迄个是奥古斯丁，右下角就是这个老母祈祷的像吼。这个像是对电影所伫遐来截图落来吼。甚至呢伫这个故事的中间，在纪念这个奥古斯丁真做教会历史吼一个上重要的，就是对使徒以后的圣徒。奥古斯丁是因为伊太有一款的才华，甲圣经所有的财物拢伫迄所在整理起来，真做后代教会一个基础。所以这个影像吼，这个电影是天主教甲基督教合作写的，因为早前都甲咱天主教尔嘛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因为老母安尼无放弃为着囝儿祈祷，所以当这个奥古斯丁沉迷伫各种的享受了，伊感觉嘛足畏啊，足闲。咱知影讲，肉体欲望到一个时间，你就感觉无滋味啊。无注意，伊有一天伫花园咧散步的时阵哦，听见隔壁有一群囡仔咧唱歌，唱什么歌？伊讲摕起来读，摕起来读，安尼，毋知什么意思安尼。伊拄仔手中有一本册，甲编开拄仔看到圣经的罗马书的一段话啦，讲毋通放纵酒醉，毋通邪恶淫荡，毋通斗纷争嫉妒安尼。所以恁都要用主耶稣基督来装备家己。毋通顾家己肉体的情欲，这段拄仔是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迄你也讲，这就是新约奇妙。都囡仔看讲爱掀起来看，伊掀起来拄这节圣经节。伊迄节经节突然间亲像一个，亲像保罗吼，去看到光怎拔落尾迄种意思啦。伊规个人怎亲像降雷安尼醒起来，想起伊的老母。定来咧退祈祷流目屎，发现家己实在是不孝，实在是足了然的就对，所以目屎流落来，倒等于伫老母的面头前，甲伊悔改，甲伊认罪。这是这个奥古斯丁老母用目屎挽回一个放荡囝的故事。另外一个咱伫算讲是中国的。基督教重要的人物叫做尼托生，唔知捌听过无吼？这尼托生就现在咱台湾第2大教派啊，咱长老教会以外，就是叫做调会，捌听过吼？主会所的创办人啦，主会所创办，伊这个尼托生，伊出世伫汕头，但是伊伫福州吼，哇，足传道理伫遐读册啦，所以咧，甲福州足有关系吼，咱的老会长是福州的故乡吼，伊对迄个所在教会影响非常的大，但是看伊的故事竟然是个老母甲上帝祈祷，我看到迄个故事，讲原来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啦，原来是伊的老母是一个牧师的新妇，安尼听起来应该信用真好毋是啦，伊老母足爱佚佗爱耍，嫁入去尼托生的爸爸这个家庭压力真大。较早的人就是爱生查甫的咧伊也毋捌上帝，是讲对上帝无啥清楚啦。伊竟然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你毋着互我生一个查甫的毋通互我生查某，生查某的我伫这家庭的地位足无好。若生查甫的我要献互你安尼。迄是一个也无信的妈妈的祈祷上帝真正甲成就啦。这尼托生伊故事，咱若看到伊的册，到即阵也有人咧看咧读。这个尼托生诚做咱中国家己创设的教派，就是叫做
这个调会，也是以前叫做自会所。迄自会所的兄弟吼，迄信用是，迄训练甲非常的透彻哦。就是你爱会晓讲圣经，会晓见证安尼，所以真做台湾的第二大教派。这尼托生到中国沦陷了后，伊无出来，伊互中国迄个共产党掠去关，伊就是无要屈服啦。要像伊的地位吼，你若出来发声，哇，马上做啥物主席去啊？伊就是无爱，到最后关伫监狱到死。所以真做即个调会一个精神的领袖。竟然伊的老母安尼祈祷吼，是出于一个私心的祈祷。无拍算后来，即个尼托生因为老母的祈祷，真做牧师。这是真奇妙的常事。这是尼托生即个牧师吼，真做中国的出名的宗教领袖。佫另外一位是奇妙恩典的作者，奇异恩典。拄则咱的敬拜团带咱唱的圣诗对无？咱迄条圣诗是改编过来，原来的音乐就是对奇妙恩典所出来。咱因为咱长老教会较惯势唱即条恳求上帝施恩赐福有无？其实就是 Amazing Grace 的即个音乐。即个作者就是叫做 John Newton， 有人甲翻译做牛顿，有叫做牛顿，牛顿咱就较听有就是伊的老母的祈祷。即个老母伊丽莎白牛顿较望伊的囝受好的教育，真做牧师。但是你若看到约翰牛顿的故事，才是足曲折的，就对啦。因为约翰牛顿是18世纪的圣诗作者甲报道家，伊的诗歌奇妙恩典流传300年。即个牛顿伊的老母伊丽莎白伫早年的祈祷，到最后上帝应允。即个牛顿伫1764年受按立做牧师，但伊佫真做一个当时推动反对饲乌奴，也是迄个卖迄个奴才迄款的制度来拍拼。伊原来伫人生拄着足大的曲折，甚至互人卖去到迄个奴隶船有无？迄较早迄时代就载。就是咧载外籍劳工的意思啦，就是外籍劳工，迄是共掠来，毋是讲共请来伫个所在，四过伫非洲啦，逐位四过走，甲遮乌奴掠起来，去卖互送，咧趁钱。伊是一个水手呢，到最后，上帝佫甲带倒转来，伊悔改真多，所以伫伊即个悔改过程中间，就是伊写着即首诗歌。即 John Newton 伊写即条诗歌，就是《Amazing Grace》这是伊迄个原谱的诗歌真做，会可以讲是咱基督教的教会内底一条安尼经典的诗歌，大家拢爱唱，足侪歌星嘛咧唱，甚至伊的故事嘛拍做电影《奇异恩典》咱中文的电影嘛有拍《奇异恩典》安尼。甚至也有音乐剧音乐剧拢编伊的故事，因为伊的故事太过曲折离奇就对啦真做一个安尼故事里描述讲，伊是奴隶的奴隶，因为伊互人卖去到一个伫雇奴隶的即个单位，而且伊是咧服侍遐奴隶安尼。但是伊因为老母的祈祷，互伊。会记得当时上帝予伊的恩典，伊悔改认罪，真做一个出名的牧师。伊所写的奇妙恩典，真做经典的诗歌。看兄弟姊妹，咱看去遮历代遮老母所带来恩典，是要甲咱大家分享讲，上帝伫咱老母的身上藏落的一个足奇妙的，若要用话是讲设计就对了。老母有多重的属灵的恩典，多重属灵恩典。讲这多重互我想到哇，今年一出足出名的电影叫做《妈的多重宇宙》，捌听过无？妈的多重宇宙我知影咱教会有人去看
看起来吼，有时有人看无，因为伊个多重宇宙是一种一个科幻的电影，嘛是一个足趣味的电影就对啦吼。好，我啥会讲这呢？这个妈的多重宇宙是咱台湾的翻译啦。其实伊的原文吼，无这个妈的多重宇宙无吼。这是迄个剧照吼，电影的剧照。你看无共款角色，有的是伊是做一个欧巴桑吼，你看欧巴桑啊，过来欧巴桑正边这个是侠女呢，过来这个是比如说古典宫廷内底，伊讲的意思就讲这个做老母的就是出名的影星叫做这个杨紫琼啦哈，杨紫琼。这个今年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呢。这杨紫琼头一个亚洲的演员来得到奥斯卡女主角奖。到底出名伫倒位有人讲看唔知啦，不过就是互人感觉足趣味，因为编剧足够想的这妈的多重宇宙呢，事实伊的原名是这3字英文啦，3字英文意思讲三段everything， 伊甲翻译做千生万世everything 种逐项事啦，过来 everywhere 就是逐个所在，叫做碧落黄泉安尼 ，all at once 就是讲此生此世，伊就是在描述一个足天马行空的电影，不过得到7项的大奖这杨紫琼是演一个大街，就是欧巴桑一般的葫芦，伊咧开洗衫店安尼就对啦但是却是一个会当跨越多重宇宙，会当拯救世界的负责人，你都想起来想袂出来就一个普通负责人，才跳过另外迄个世界变侠女安尼变做一个拯救世界的人物。但是我感觉，虽然迄个电影是一个虚构的科幻的，但是伊其实暗中咧描述什么？描述妈妈的能力，对无？妈妈透过多重宇宙咧救世间，嘛是咧原型，就是咧纪念老母迄种伟大的。老母的能力超过你所看会到的。但是这个故事当然甲圣经信仰无直接关系，但是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讲，咱的妈妈伫这个生活上是多重的能力但是搁较大的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妈妈搁较是属灵多重层面的能力，就像这个杨紫琼安尼跨越不同时空，所以你这个属灵的能力，才是妈妈伫教会内底，也是伫信仰顶面上伟大的一个部分。因为你真做有权柄的祝福的妈妈所以若要讲起来，妈妈遐多重的角色偌济这是我大概想到的。你要想的更较济就对啦。妈妈是一个怀孕生育者，孕育囝儿的妈妈。第二，伊是饲细囝大汉的妈妈，哺育成长。过来，伊佫是生命教育。真侪你的习惯真侪你各种的想法是老母伫囡仔时代甲你教，囡仔时代甲你教。我到现在这个年纪，有时咧祈祷拢会用老母教的迄几句对无？就是讲细汉老母教你啊祈祷，你就对伊念一个惯势到现在有时开喙嘛是会祈祷迄几句我听起有个已经成年的兄弟咧祈祷的时讲，细囝甲你祈祷，细囝甲你恳求，细囝这2字就是妈妈当时你还细汉的时讲，你甲上帝祈祷，讲细囝恳求你，到即阵你嘛搁咧用细囝，表示讲老母是一个生命教育者，佫是一个信仰的塑造者。若假使老母一个好的信仰，囝儿就会军队。老母佫较是一个咱拄着伤害伤困的医治者。咱看见当囡仔在发烧，也是半暝身躯无爽快时，老母抱囡仔伫胸前，互伊安心来困，来度过迄款艰苦的日子。人到大汉时嘛有伤害呢，老母的安慰诚做一个开力，所以有忧伤的安慰者，佫较是人生道路的促成者。
就亲像拄则咱所读的圣经吼，讲啊，你都爱听父母的教示啦，因为伊的命令是灯是光，管教责备，会带你行伫活命的道路。有人咧统计啦吼，这当然是一种安尼趣味，但是听起来嘛是有影。伊讲老母伫厝里吼，差不多兼17种的职业吼，17种职业伫身躯啦吼。啊，大概上重要即几项啦，清洁工啦吼，导致师傅啦、老师啦、司机啦、护士啦、保姆啦、采工啦、心理医生。而且是每一日工作24小时，一礼拜7日，迄个全职妈妈是安尼啊。所以即摆有时啦，翁仔某咧冤家吼，迄妈妈拢甲伊讲：你掠做吼，我拢无趁钱哦。你若要付我钱，你付袂起啊。先生吼，若要付伊薪水付袂起，因为有人统计哦，美国的薪资网站调查，有计算一位老母的薪资，全美国超过19000位的妈妈伫。COVID-19 的期间，日常时间的表现啦，算出伊的薪资吼，拢总年资啊，年薪是184220块美金，差不多是台币536万。遐尼几位，你的年薪是500几万，哇！咱台湾薪水无人，除非讲迄个台积电的遐个高阶主管啦吼，无人领会起啦。这毋是咧讲喊过，因为照你的服务的内容啊，你服务的时间啊，所以互咱感觉讲，咱对遮倒转来看老母的伟大伫遮。老母感觉捌甲你的囝讲，你欠我偌济，是因为上帝伫老母的身上藏落即款奇妙伟大的心性，所以咱在纪念妈妈的伟大吼，咱做爸爸袂食醋啦，对不对？佫会想讲哇，安尼哇好佳哉，你有学了啊，互妈妈袂反叛安尼吼。这意思是讲，上帝伫伊奇妙的设计内面，互老母伊甘心乐意，而且是完全无怨无悔。所以伫这母亲节，全世界逐人拢为着老母献上因的祝福。当然，嘛知影讲伫生活上，伫咱社会顶面，嘛有迄个实质的妈妈，迄是例外的例外啦，咱无法度人安尼拢来讲。所以箴言19章14节真清楚吼，在甲咱提醒呢。伊讲，房屋钱财是祖先所留的只有贤惠某是耶和华所赐的。即句话讲了非常的安尼坦白啦。意思讲吼，你有钱财吼，房屋钱财有时是祖公赞，这。无遗憾，但是有贤惠的妇人人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昨昏我咧甲上年分享的时，我甲伊讲，咱敬你敬到一个袂用用。你爱祈祷上帝，讲上帝啊，因为这贤惠某是耶和华赐的，都毋是你敬的甲上帝讨就有啦，甲上帝祈祷，这才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人常常要用家己的办法，颠倒效果无好，是倚靠上帝，因为贤惠的妇人人是耶和华所赐。31章10节，咱也真识讲在地的妇人人，啥人会得到呢？伊会价值赢过珍珠。兄弟姊妹，伫这个母亲节的时阵，有时咱讲老生常谈，但是就是因为老母太伟大，所以爱接着讲爱接着讲，因为既然老母的恩典是上帝所赏赐，伊多重的属灵恩典遐尼济，你都爱一再而三来讲起你爱友好父母。所以伫母亲节的时阵，希望咱用心去了解，尊重咱的老母，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老母的疼。有影，有的人伫母亲节的时阵呢，用足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对老母的疼甲关心。有时广告，咱看广告哇啦，母亲节到，逐项广告拢有啦。但是我感觉其中上重要的一项是啥物？了解老母的心意，了解老母的心意。因为你若无了解你的表达袂当达到效果。孝敬父母的方式足多啦。即么现代这个时代，你甲老母做伙生活的比率愈来愈低咧。你用什么方式，互老母知影讲
我生这个囝真价值，我真安慰，就亲像这个奥古斯丁的老母伊讲的迄款的话，讲我一生拢满足啊，一生拢感恩，因为一切拢有上帝的恩典祝福。愿主的疼，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也互咱每一个妈妈享受对上帝来的疼。咱拄则有讲起着老母的目屎我最后要讲这段，昨昏咱请小姐的上年来唱这条咱台湾的老歌，母亲节的老歌大家唱了拢会流目屎伊讲胸前挂着一蕊剪阳花，想起老母的栽培，伊照顾我身体勇健，也关心心灵活命。伊疼我常常流目屎，我就用孝心来服侍。副歌写讲，老母的疼比山较悬，比海搁较深。你的慈爱亲像水墙，流落伫我心。老母你的温情，永远讲袂尽。讲出咱台湾人用台语讲出来的心声。搁另外一首诗歌，在讲老母的目屎写书追求快乐喜欢的世界，这副歌写讲：老母目屎哪天如雨，流落亲像秋天甘露。每日为你烦恼，每日笑念祈祷。你有记得伊的疼阿母？我看去足侪教会伫这母亲节时，这两条歌唱袂仙就对啦。逐摆唱逐摆流目屎，拢什么？拢兄弟出来唱，搁唱四部的安尼我嘛有一天，咱兄弟志愿来唱这条歌。若唱妈妈无流目屎，搁唱一遍啦。因为这互咱感觉讲，迄个讲出咱台湾人妈妈的心声。愿主祝福在座的妈妈，享受到你流目屎结的果子是甜搁水。咱咧吟首诗歌来回应主的疼。这首诗歌咱伫周报内底，也是咱做伙来看。上帝的疼赢过一切。咱吟第一节副歌无副歌，上帝第一节咱吟就好咱这个无改着调，不要紧，照这个调来弹来使。吟第一节就会使，121首。上帝疼痛也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念你一味心内，献出你极大仁爱，求主你是主必怜悯，你的疼无限纯净，将你救恩一时降临，今日愿行遐的心。这是咱一个短短的公道大道。咱第一，咱通过圣经，互咱这个教示，咱求上帝赐落这个恩典，就是妈妈的祈祷、父母的教示，真正互这个囝儿4岁领受到这个真理，一生诚侪伊人生的道路甲光灯，亲像圣经箴言所写，因为命令是灯，教示是光，管教的责备会得到囝儿行活命的路。毋是咱人有啥物才调，咱求上帝，互咱对圣经所领受的教示，传互囝儿4岁时，因有上帝圣心的带领。咱第二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祈祷，为着阿嬷来祈祷，伫即个人生的日子中间，互咱感觉有信心、有愿望，像咱有4大人，诚侪咱的快乐甲帮助，咱的拍拼有目的，咱的拍拼有一个成果。因为父母对咱的疼，互咱有迄个力量来向前迈进。第三，咱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上帝将恩典赏赐伫因的身上，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咱为着家己的妈妈祈祷，愿上帝赐福。家己是妈妈的，求上帝赐咱快乐、信心，诚做是个祈祷的老母。咱大家做伙开声，为着这事来祈祷。
主啊，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圣心做工，保守印刷，甲阮所做工应后你的性命。主啊，愿你的疼，甲阮同在，甲阮所做所行合你的心意，将你的疼拢同来伫阮中间。感谢你无尽。主啊，阮为着所有这妈妈，因领受着属灵的教示，也欢喜为主做见证，欢喜尊叹你的教示，互今日时阵享受上帝的祝福。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主爱主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母亲节，搁一遍用你的话，阮的少年爸母的教示，也互阮对心底为着要伫世间的妈妈献上感恩。有的妈妈已经离开到上帝遐，阮为着因伫世间互阮的疼，搁一遍伫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阮实在知影，无论阮人生偌辉煌，阮的人生偌大的地位。若是无老母的疼，无爸母的疼，阮的努力打拼，拢是有限，拢是无法度人彰显。主啊，感谢你赐阮有妈妈，互妈妈的疼，成做阮快乐的来源。主啊，求你赐福，互阮逐个人的妈妈领受到上帝的恩典，心身肉体有平安甲健康，因为有主的疼的同在，因的困难，因的软弱。甚至有病痛的，拢领受到上帝的保守。主啊，有兄弟姊妹拄着病痛、软弱，求主你施落你的医治甲透放伫因的身上。愿主互阮伫即个母亲节阵享受到各方面来的关心甲祝福，每一个妈妈享受一个快乐、恩典、祝福的母亲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奉献，按即时做位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做位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各位兄弟，咱伫即个报告以前吼，咱要请咱这中级吼，特别呢要送一个小礼物，互咱在座所有的妈妈母亲啦吼。所以即个时阵，咱请所有的妈妈站起来一个好无？妈妈站起来，咱用一个呼声来甲因恭喜祝福。咱要请同工中级来
送一个小礼物，啊，你领到的时阵，咱请坐好无？好，来，咱开始哦，吼。楼顶嘛是，吼，啊，请同工来协助一下吼，一个小礼物，恭喜啊，每一个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吼。这边才也有吼，较侪同工来帮忙好无？有同工吼，来。咱领到的咱请坐，领到请坐吼，领到请坐。啊，这是一个较方便啦，全年礼券吼。看是要买鸡卵糕，还是要买好食的物拢会使吼。我们有长执吗？还有其他执事帮忙，执事来帮忙哈，较侪人帮忙好无？哦，这边较欠，这边较欠。吼，咱的兄弟等爸爸一来领吼，咱卡遮的妈妈搁拍拍一个好无？领着请坐，啊，咱开始要来做报告吼，来做消息的报告吼。咱那边领着请慢点坐哦。好，这是按做伙来做报告。伫报告进前，按先开周报上尾页，按做伙来读本月经句。会将按用台语做伙来读一摆吼，伫周报的上尾页，来按做伙来读。智慧耶华是知识的根本，有望的人藐视智慧甲正视。箴言第1章第7节，这是来报告按先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的主礼讲道是桂英敏牧师，书会是李宗杰执事。其他服侍的同工，按家己看这个服侍的时程表。按来先开按的第4页，具体交通的部分。第一点，今仔日是按母亲节的感恩礼拜，按等会礼拜结束了，嘛是伫按的1楼大厅、心灵转角甲3楼继续翕按的全家福的相片，啊，按会当找时间去遐翕，啊，每一个家庭会当选一张实体的相片，也是利用云端去下载相片拢会使吼，啊，而且按大家嘛，感谢按的。摄影服侍团队的无用吼，按会当来翕这全家福的纪念照。第3点，后礼拜5月21号是玉山新合院的奉献主日，按将嘛邀请南省的退休的教授桂英敏牧师代表来按教会进德亲安报告，啊嘛继续为着玉山新合院，因咧培养原住民的传承人甲树工的人才。即个时间，按怎做伙来为着因关心代祷。第4点，后礼拜召开小会，请咱所有的长老、小会员预备心。好，第5点，本会伫5月28号的主日会举行信灵降临节的圣餐礼，请向这按预备心。第6。会友的动态消息，按本会梁家瑜姐妹是律师吼，23下晡有举行伊新的律师事务所的祝福感恩礼拜，啊，伫6月10号下午9点半正式开幕吼，啊嘛继续为着伊来关心。其他的消息，按今仔日因为是母亲节，所以爱心有参加心灵转角，按弄暂停，啊，等大家当翕。全家福的纪念照，另外有需要按今年的个人奉献的证明，会当向咱的办公室的干事家来登记。另外来做一个报告的是，咱的6月15号开始，第2届咱的长职领袖学校，顶礼拜牧师特别报告吼，请咱的。符合资格的长职，也是咱的团长，也是咱的完成门徒学校第2期学程的兄弟，会当来做这的报名。另外，咱有幸福小组的国际研习会，咱嘛鼓励，咱有今年度还推动幸福小组曙光的小组，会当来踊跃来参加。
第3、第4、甲第5有安尼冠冕真道理财的课程，哀伤陪伴甲安尼查经班的课程，咱嘛来看吼。另外，牧区甲团契消息，上年团契5月20号有一个健康讲座，邀请庄立奇医师来做分享。第2点，安尼助理2，安尼暑假7月20、21、22有3天的安尼夏令营的活动哦，情绪管理高手的活动，请继续踊跃来报名。安尼看安尼第6页，才有一个保罗牧区的报告吼，伊伫5月19号 AM 8点，离安教育中心地下室有一个联合聚会哦。而且有邀请安尼瑞平牧师来分享认识圣经哦，所以这个联合聚会嘛，欢迎除了因牧区之外，其他的会友嘛当踊跃来参加吼。以上，请牧师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好，我来补充以前哈，今仔日无真济，咱足难得啦吼，就是有咱刘启举院长吼，伊的家族哦吼。拢总17位吼，对马来西亚来看刘院长吼，应该是来看小弟就对啦吼，足感动我来小可做一个介绍啦吼。第先吼，就是咱刘院长的兄弟姐妹足敬重的因应该说厝边嘛是因家庭的大哥就对啦吼，是咱这位丹斯里张世国先生。阁有这个潘世礼、黄拔辉2位新的长辈，咱甲拍拍欢迎你们。牧师讲台语听有无？牧师讲台语听有无？小加减听得懂吗？大约啦咱知影咱的刘启院长，伊少年时代来台湾读册，怎留伫台湾发展做医生伫咱台湾伫这个所在伫发展，伊伫真前有捌伫遮做见证讲是伊的爸爸做传道者咧传福音，伊的兄哥拢有真好的成就，甲好的信仰咱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来咱老院长的大哥甲大嫂伫对，大哥大嫂来泡泡欢迎大哥迄天听着讲，原来大哥嘛是咱成大的好友啦所以台湾足侪伊的朋友、好朋友都是校友民国50、60年代都来读册来二哥咧，二哥伫倒位？二哥来，二哥二嫂二哥二嫂，来欢迎二哥二嫂。来三哥，三哥三嫂。四哥五，有无？四哥，我你讲。先回去，先回马来西亚。咱的刘院长是老五对不？老五对老六。五哥咧，五哥五嫂，哎呦，佫有刘院长的孙仔辈咧，孙仔辈你介绍一下好无？孙仔辈介绍一下，他的侄子跟侄媳妇哎，欢迎。佫有无？二姐，就二姐，讲伊的家中最长辈的二姐二姐。佫有无？佫有？伫啊，介绍一下。哇，迄一家感情遮好转播规团对马来西亚来遮讲要来遮11天要来11天。你看因早起比咱较早8点外就来遮做礼拜。讲等下礼拜3因要去一个上水的所在，阿里山对无？伫遐山顶阁敬拜上帝安尼毋望今仔日的天气足好，互恁伫遐足舒适咱佫一边泡泡甲因鼓励咱的刘院长伊的全家足难得的这个机会来到咱台湾，特别讲专工爱来咱教会做礼拜，看咱刘院长伫遮做礼拜的环境是安怎安尼。咱继续为着刘院长祈祷啦伊咧换这个病医无简单的真正上帝恩典，伊遮的兄哥阿嫂阿姐佫遮的家族呢，在马来西亚，因是住伫西马对无？
死嘛，就沙巴沙劳越迄个方向。听讲开飞机2、3点钟就到啊，吼，2、3点钟吼。啊，咱这边为着因祝福，好来啊。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就结束吼。来，这个是咱今仔日的全家福的拍照，拢总有3个场合，咱刘院长你若专家要翕一张嘛，介好哦吼。好来，就是讲这个是咱1楼的场景吼，1楼的大厅的场景。啊，这个是咱心灵传教今仔日暂时无加币的服务，啊，就是这个壁啊有布置吼，啊，这是1楼这个心灵传教，啊，这是3楼副堂吼。啊，咱因为人较济，咱大家照排哦吼。啊，伫咱东港做登记，啊登记了来，啊有人陆续甲咱翕安尼。啊，你若要得到迄个相片，目前有电子档的，你让电子档去摕。啊，若有到时有一张要甲你洗一张，互你实体的照片，互你吼。啊，第2个报告是讲咱的书画班吼，哦，因足用心写即个母亲节义卖品啦吼，加做一个艺术的品，啊，就是用毛笔所写的，啊，写伫一个足水的装饰品内底。啊，因这经费要争做因书画班的经费的路用安尼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好啊。祝咱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咱等下吼10点外呢，啊，佫会使好啊翕相啦吼。第2场会较赶，啊，所以咱祝咱今仔日啊，大家行程拢有主的保守祝福。好，报告到这。上音会从车起哩按照来吟上音的诗歌，信息397首，关注祝福保护你。上音刷声合不出来做得。愿主守保护你，愿上帝应更变救你，也应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就是你平安。三个人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三角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拢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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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默祷来避讳。俺会友离开时，买当了咱隔壁的兄弟，兄弟姊妹大家都互相请安，祝所有母亲节快乐。